台南市政府颁发台南文化奖，今年由资深的台湾文学研究者张良德得奖。伊唔但是整理台湾文学作品的头一人，也是创办全台湾头一个台湾文学家。强要是把这几世人的心血拢奉献给台湾文学，就是希望保留这作家对这块土地爱和记忆。台南市政府伫9月12日宣布第12届的台南文化奖遴选结果，这届是由资深的台湾文学研究者张良德得奖。台南市政府按算出时间举行颁奖典礼，张良德和外界合作台湾文学的守护者，伊伫台湾文学的教育领域打拼超过半世纪，用心收集保存济台湾文学的文献资料和作家手稿。食老得到这个奖哦。真安慰啦！这个一生这个打拼有受到人的肯定啊！张老师他从1970年任教于成大中文系开始大概在这将近这个半个世纪以上的时间他不断的在做台湾文学的推广他甚至于还独立创刊老人文学丛刊关注一个其实在当代重要而有意义的课题。张良德伫1939年出世，今年85岁，是整理台湾文学作家专辑的第一人。1970年开始伫成大中文系教册，推广整理和用贵等等台湾文学家的作品。伊过去伫白色恐怖时期，因为提倡乡土文学，和国民党政府列做黑名单。1978年不得已离开台湾去到日本，一直到1992年黑名单解除，才通回来台湾。然后1997年伫真理大学创立全台湾第一个台湾文学系。恁这拢是。这个用中文写的，拢叫做中国文学。台湾的作家唔捌踏到中国的土地啦。我不但整理前辈的作品，而且要争取台湾文学的地位，成立一个台湾文学系啊，就是表示政府有肯定，教育部有肯定。虽然是真理大学台湾文学系的创办人，也不是台湾文学资料馆的名誉馆长，但是自2020年年底，校方所甲换说，甲伊规世人收集的台湾文学史料去核算条例，互伊是感觉真伤心。但是张良德讲，也因为这件代志，互伊改变想法。伊认为台湾文学的历史文献收藏一定要透过国家的力量去推动，希望台湾文学国家园区会当顺利成立。记者卢长如、李成武、曾俊佑台北台南报道。